佢首先依家就話一間公司入邊有8個部門，咁佢就話咧，依家我要整16個人出嚟，有8個部門啊嘛，咁佢就話每個部門有2個人嘅。嗱呢度 each department 有2個嘅嗰啲代表啦，8乘2就16人。嗱依家佢講乜嘢咧？其實佢就話咧，我要喺呢16個人入邊咧，就抽4個人出嚟嘅。咁 A part 就問你咧，我抽中嗰4個人咧，全部都係 different department， 由唔同嘅部門組成 different department， 抽嘅4條全部都嚟自唔同部門。嗱，咁我點樣先知道我抽4個人都係4個唔同部門咧？嗱，有8個部門，咁我不如就 A B C D 咁數落去，數8個 A 至 H 嘅去到，就代表8個部門啦。好，接住落嚟佢講啲咩就每個部門有2個人嘅，咁即係話咧，例如我舉個例子，例如我抽中 A 部門嘅第1個人，跟住又抽呢個 C 部門嘅第2個人，跟住又抽 E 部門嘅第1個人，抽 F 部門第2個人。嗱，要即係類似咁樣。咁我首先不如先寫翻個分母先啦。其實個分母就好簡單嘅。嗱，個分母咧就係所有可能性嘛。咁你咪即係16個人求其亂咁抽。咁16C4我抽4個人。嗱，呢個係分母啦，所有可能性。咁問題就分子啦。喂，我點樣先可以咧抽到我頭先講嗰啲例子咧？係咪？例如 A、B、C、D 咁，我點樣？第一咧，我就會先抽部門先嘅。嗱，因為頭先講過，我唔能夠話，即係我唔能夠真係16個人咁樣睇嘅。我要抽中唔同部門嘛。咁你先一定要部門咁睇先嘅。依家有8個部門，咁所以我首先例如我會先喺呢8個部門入邊揀4個，咁樣揀4個，咁樣先咯。咁所以首先咧，8C4。嗱，呢8C4係講緊個部門。但係問題係我咁樣抽完未得嘅，點解咧？咁例如我抽咗 A 部門，喂，但係有2個人嘅喎。咁如果我2個揀晒呢個，咁咪唔得咯。點樣先表達到咧？我淨係想喺呢個部門入邊揀1個人咧，乘 2C1嘅，入邊有2個人喎。咁但係我淨係要揀1個人，我想每個部門得1個人出嚟啊嘛。要知道自己做完咩？你諗一諗你而家嘅動作做咗啲乜？我首先我而家淨係做咗，揀4個部門。然後其中一個部門揀咗1個人，因為2C1係揀1個人嘛，所以你做完未咧？梗係未啦。你理論上就要繼續揀。例如我依家第2個部門 B， 我再揀1個人，要再乘2C1，因為你要第2個部門你要再揀1個人嘛。嗱，所以你就咁諗，其實你做完未咧？你只要諗一諗，你依度你做咗啲乜嘢咧，你就知自己做完未。咁梗係未做完依家，你揀2個人啫。咁跟住咧，繼續揀第3個人，你再揀多個人。4個人啊嘛，再乘2C1，嗱，咁你就做完啦。咁所以其實真正嘅答案咧係8C4乘 2C1嘅4次方，咁再除翻16C4，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答案8/13。咁呢個咧就係 A part 啦，嗱，冇問題。嗱，其實你做啲 A part 咧 ，B part 就好簡單。A part 你計唔到都唔緊要，你可以搏一搏減翻 A part， 咁你都會有分數，就係個步驟分。咁所以你有陣時你計唔到 A part 咧，你可以照搏一搏。如果你發覺 B part 嘅關係同佢形成一啲關係，你照減或者照加咧，你會得到步驟分嘅。B part 佢話依家咧，我要 at most 3個部門，咁咪最多3個，咁但係都係0個就唔可能㗎啦。咁1個部門都唔得啦，因為你每個部門得2個人，你頂籠就2個部門起跳。咁但係咧，咁但係其實你都唔使逐個數嘅。A part 有咩關係咧？相反關係，因為 A part 係4個唔同部門。喂，但係你依家咧係想要0、1、2、3嘅部門啊嘛，咁咪就係減翻 A part 咯。咁所以 B part 嘅結就係1減8/13，呢個就係 B part。咁所以 B part 就係5/13，做完㗎啦。